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初2，箴言22章24到25節安尼講：快生氣的人，毋通甲伊交陪；大生氣的人，無得甲伊往來。行了你學伊的所行，家己陷落佇路網。三角來祈禱，愛願無快生氣，免得陷落佇路網的天邊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全知全能的上帝，你監察人的心，願一切攏無法度佇你的面前穩重。主啊！你是生命的源頭，聆聽來勸台灣，也予阮佇世上的每一天，攏是充滿你的恩典甲同在。我每時刻來學習你，也獻上阮的感謝。主啊，你是恩典、憐憫，閣無快生氣的上帝。你愛阮學你的寬恕，對人無用生氣來對待。免得阮來犯罪得罪你。主啊，你愛阮無甲快生氣的人交陪，也無得甲大生氣的人往來，因為行了阮學因的所行，家己陷落佇路網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